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William， 而家身處喺新世界炮樓莊3期嘅2樓，發展商一口氣開放咗多個3房至4房嘅示範單位。今日同大家睇2個4房連家私嘅示範單位，事不宜遲，我哋一齊去片睇睇。樓盤位於大圍站上蓋，無縫連接43個站，基座有大型商場，有齊日常生活所需。屋苑有專屬電梯直達商場。當然唔少得仲有會所50米戶外泳池、綠化休閒區、BBQ 嘅地方，同埋俾小朋友放電嘅斜滑梯。好，我哋首先睇下 1A 座 48B 實用面積998尺，4房一套連工人套連家私嘅示範單位。客廳嘅景觀盡覽整條嘅城門河景，仲可以遠眺馬鞍山一帶景色。景觀非常開揚，客廳呈長方形，闊約3.2米，長6.5米，客飯廳分明。呢個開則廳房同向，主人房一起身就睇到呢個最人靚景。呢個主人房約長4米，闊2.1米。放完雙人床之後，仲有位置放個梳妝台同埋大衣櫃。可以喺主人房化妝襯衫照下鏡先出門口。我哋一齊睇下個主人套廁，有新世界炮樓莊1、2期沿用嘅綠色通同埋電話音箱。另外採用乾濕分離設計，淋浴、浸浴任君選擇。近主人房呢間書房，可以一路上網或者睇書，一路飲住咖啡，望住呢條城門河，感覺係咪好超呢？中間呢間房約長2.4米，闊2米，有足夠位置放雙人床同埋衣櫃。最近廳呢間房個 size 同頭先嗰間房一樣，同樣都係廳房同向望返城門河景。約3米嘅高樓底，空間感十足。下次採用玻璃幕門設計，有 Panasonic 嘅浴室寶。下次仲有 Laundry Plus 多功能洗乾組合處理衣物。中間有摺疊式燙衫板，而下方就有歐洲名牌洗衣乾衣機。廚房為梗廚，有 U 字形嘅工作台面，同埋 Miele 嘅歐洲廚具，備餐儲存空間十足。廚房面板為磁吸設計，可以根據自己嘅需求將計時器、掛架根據自己需求擺放適合位置。另外仲有纖薄型嘅 Miele 抽油煙機。櫥櫃下方仲有紅酒櫃。而雙門雪櫃都係採用 Miele 品牌。廚房景觀同樣望返城門河，一路預備食物，一路望住靚景。姐姐房有自己嘅洗手間，另外可以放到單人床。好啦，我哋一齊睇下1,200尺，另外一個8A 座 59B 1269尺4房2套連工人套嘅連家私示範單位。首先當然睇下59樓嘅城門河景觀。客廳約長7.2米，闊4.3米，放大型餐桌都冇問題。採用飛機式設計，我哋首先睇下呢間套房。套房約3.2米乘2.3米，廳房同向。洗手盆同坐廁都係採用返綠色格調，採用淋浴設計。我哋睇埋間主人房，約4.4米乘3.2米，放完雙人床之後可以3邊落床。發展商做一張 L 型長台，可以俾你睇下書、上下網，欣賞下呢個城門河靚景。而另外一邊牆做咗個大衣櫃。好，我哋一齊去睇下呢個主人套廁，採用雙洗手盆設計，兩公婆可以同時間一齊用。同樣都係綠色格調。
採用乾濕分離設計，空間感十足。中間呢間房約2米半乘2米半，全部房間都可以望到城門河河景。另外呢間房面積同頭先嗰間房一模一樣，近牆身位置仲有一排嘅層架同埋衣櫃，下次沿用綠色格調，採用浴缸，方便日常使用。我哋出返客廳，見到 Mila 咖啡機、紅酒櫃。中間仲有預留位置放酒杯器皿。廚房約4米長，採用 U 字型設計，同樣都係 Mila 嘅廚具。姐姐房喺廚房進入，床採用番茄式設計，充分利用空間。而洗衣乾衣機同樣都係喺姐姐房裏邊，有自己獨立洗手間。炮豪莊今次3至4房以招標形式發售，如果大家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攞招標攻略或預約睇樓。最後睇完呢條片，如果喜歡可以 like 支持下我。